在地消息来关心，海巡伫去年11月份有查到一只蒙古级的或者泉州206号的货船，因为这只货轮呢，货舱内底有藏16个越南的偷渡客，其中有一个偷渡客因为秘伫目睭周的空间有昏迷，有生命危险。检方即马已经甲姓林的船长加强4个人依照杀人未遂来起诉。其中一人因船舱狭窄、高温，为海巡人员发现时呈现呼吸衰竭休克状态。 是经紧急送医救治而幸免于死。全案经分出检察官综合卷内释证，认林姓被告等4人设有刑法杀人未遂及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之未经许可入国等罪嫌，据以提起公诉。 经过检方的调查，这个姓林的船长，也有3个船员是伫去年12月份的时开船去载越南16个偷渡客要来台湾，甲因关伫目睭周的空间，而且温度佫真悬，因为无通风，造成这16个偷渡客因无法度喘气，其中有一个是因为无法度喘气，全系昏迷，有生命危险。检方即马除了甲船长加强4个人依照杀人未遂起诉，即马嘛申请要求法院没收这只货船。